伫咧新竹有一个罕见疾病患者陈俊涵，伊自细汉伫国医生诊断出菱骨筋膜萎缩症，不过伊无想要互命运拍败，搁来读册，拿伫咧2006年律师高考摕到第1名，搁去美国读一个法学硕士，顶个月搁摕到一个法学博士，倒来到台湾，讲要用法律替搁较侪身障者甲病患争取权利，改善生活。自细汉就得到菱骨的肌肉萎缩症。陈俊涵坐伫轮椅，即马规身躯剩目睭、喙甲一根小指头啊，会使活动。有当时嘛爱我靠妈妈伫边仔斗3工。虽然行动无方便，不过伊顶个月则对美国密西根大学摕到法学博士回来，而且决心留伫台湾奉献。假设我留在美国的话，可能我自己一个人可以生活得很好。可是我如果回到台湾来的话，我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的生活变得更好。在台湾的朋友很期望说，他可以回来帮忙，帮他们有一些发声的机会。然后，其实有点两难。陈俊涵讲，依照目前的健保制度，伊所使用的药啊，敢若提供7岁以下的病患，所以伊的身体机能渐渐退化。想要来研究相关机制，希望会使改变用药的标准。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去进步的地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回到台湾之后，我想要发挥自己的一点微薄的力量去贡献的地方。陈俊涵讲，未来要用家己学到的法律专业，来替更较侪身障者甲病患争取权利，改善生活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